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香港新聞連線。今日係12月9號，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日嘅外國專欄精選。今日嘅外國專欄係彭博專欄 ，MH370失蹤11年，馬來西亞再搏一鋪。呢個係世上其中一個最大嘅未解航空謎團。2014年3月8號，馬來西亞航空 MH370航班喺起飛唔夠1個鐘之後就同空管失去聯絡，自此之後就再冇人見過佢。超過11年之後，對呢架客機嘅搜索將會喺呢個月重新開始。首相安華有個機會去糾正前朝政府搞砸咗嘅嘢，佢個政府保證唔到一定揾翻架機，但可以提供前任做唔到嘅嘢。透明度，海洋探索公司無限海洋將會喺12月30號恢復搜索。之前另一輪搜索因為季節性天氣問題喺今年較早時候暫停咗。今次嘗試會俾間公司55日時間去搜查南印度洋一個15000平方公里嘅區域。評估認為嗰度係最有機會揾到嘅機嘅地方。任務會以揾唔到唔收錢嘅形式進行。交通部長陸兆福之前講過，如果揾到嘢，間公司將會獲得7000萬美元酬勞，但係承諾要有能力配合先有用。馬來西亞以前都許過大承諾，納吉政府喺頭幾個月處理 MH370嘅手法，因為混亂同唔透明而備受廣泛批評。一份2018年嘅官方安全調查報告總結話，架機可能係俾人蓄意偏離航道，飛去南印度洋，但報告就停喺度，冇點名邊個要負責。呢樣嘢令到機上239人嘅家屬留低多年嘅傷痛同未解嘅疑問。由吉隆坡飛去北京嘅航班上面，大部分乘客係中國人，其他包括馬來西亞人、印尼人同澳洲人，亦有印度、美國、荷蘭同法國公民。安華繼承咗呢個爛攤子，而且正值佢政府嘅艱難時刻。一名在任嘅前高級助手因為涉及採礦牌照嘅賄賂，指控被拘留同起訴。對於一個靠反貪平台上位嘅領袖嚟講，呢個背景相當尷尬。如果今次搜索再管理不善，佢嘅誠信可能會進一步受損。今次馬來西亞有幾樣嘢一定要做啱。首先係溝通要清晰，同政府處理初期 MH370調查嗰陣相反。今年發布消息嗰種雜亂無章，由合約談判到天氣延誤，都有揭開舊傷口嘅風險。當局嘅沉默，就算只係幾個禮拜，都會令人諗翻起2014年嗰陣官方聲明混亂嘅回憶。家屬值得擁有及時嘅更新，無論揾唔揾到殘骸都好，有理由保持審慎樂觀。無限海洋話佢哋自2018年以嚟改進咗技術，用緊一套更成熟嘅海洋測繪工具。呢啲包括主要係無人駕駛嘅水面船隻、協調自主水下航行器。佢哋會貼近海床徘徊，令佢哋可以繪製深達近6000米嘅地形圖，並以更清晰嘅影像搜索更廣闊嘅區域。呢啲都令人安心。但馬來西亞同間公司都唔應該容許進一步延誤，失去動力會削弱信心，助長陰謀論，令人覺得吉隆坡會再一次喺調查上拖拖拉拉。自從 MH370失蹤以嚟，馬來西亞航空喺重建聲譽方面面臨艱巨挑戰，加上同年 MH17喺烏克蘭上空被擊落，情況雪上加霜。一個聯合國航空委員會裁定俄羅斯要為嗰場殺死所有298名乘客同機組人員嘅悲劇負責。自此之後，該航空公司已經私有化，而家由國家主權財富基金、國富控股擁有。安華政府應該承諾實時發布搜索數據分析同更新。
咁樣會加強信心，並可能對全球航空安全有貢獻。專家會從彼此嘅發現中學習，俾調查人員獲取呢啲數據，可以令佢哋改進深海墜機動力學嘅模型。對於家屬嚟講，咁樣可以喺某程度上撫平佢哋嘅傷痛。一個管理得當嘅搜索行動，可以好有效地向世界展示馬來西亞係守信用嘅。我哋今次新聞連線嘅報導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跟住落嚟會有其他新聞，敬請大家留意。好啦，嗱，呢個12月嘅特價品嚇，呢一隻咧就係呢一個係媽咪 and Daddy 啊，我哋特別推薦呢種產品嘅，呢個就係如果個細路仔面色蒼白、食慾差，就係因為缺乏咗鐵。呢個係鐵，其中係鐵三角，就係鐵、鋅同埋 B6嘅守護。咁呢個咧，呢一隻係液體鐵嚇，係用咗呢個西班牙發明嘅一種叫 Lipoffer， 係股神巴菲特投資嘅微囊化技術。佢嘅吸收率咧比傳統嘅鐵劑高5倍嘅，佢係包住咗個鐵元素。咁所以冇金屬味，唔會刺激腸胃，溫和又有效，細路仔先至肯食嘅。呢一隻嘢咧係草莓味嘅，呢一個係直接吸收，非常之好。呢個月介紹7折俾你個細路仔需唔需要？好啦，第二隻，如果個細路仔都係媽咪 and Daddy 嘅，呢間嘢咧專係設計啲嘢俾懷孕期間同埋準備懷孕，然後就係嗰啲細路仔食嘅嘢。如果細路仔身高唔達標咧，呢個就係佢嘅12種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嘅配方。12種維他命，3種礦物質。呢個咧係蘋果味嘅，好好飲嘅。呢個係7折119蚊嚇。呢個係你細路仔想要唔要食啊？呢個係第三，精靈嘅細路仔咧，冚唪要食 DHA 嘅，對 IQ、EQ 咧都好有幫助。呢一隻 Omega 3咧，佢同其他嘅 Omega 3唔同，佢係由植物提煉嘅，由微藻提煉嘅，係最天然嘅形態，吸收效率好過魚係食咗入去，所以變咗魚嘅 Omega 3。呢個係對於 BB 細路仔初次接觸 Omega 3咧係好好嘅，尤其是對於腸胃、腦部、眼睛、神經系統。呢個係100% 植物提取。呢個係有微醋油同埋初榨冷壓嘅橄欖油，絕無添加嘅。開封之後咧要雪藏，7折俾大家140蚊。3樣嘢放你嘅細路仔嘅，呢個就係。